今次葡萄牙嘅戰術係咪有啲問題呢？尤其係下半場啊，你冇睇佢80% 嘅控球率啊，個波大部分時間都喺中後場度傳嚟傳去嘅。打前鋒嘅 C 朗呢，掂到個波嘅次數啊唔係太多。剛果嘅主教練德薩布雷係咁講嘅，賽前嘅戰術部署裏邊有足足5頁紙呢，都係關於點樣去掹死阿 C 朗嘅。Hello，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講下 C 朗啊。今屆世界盃呢，有2位球星呢係第6次參加世界盃嘅，歷史上呢，第一次有人參加咗6次世界盃啊，就係39歲嘅美斯同埋41歲嘅 C 朗。嗱，呢兩個都係球王啊，美斯啊已經人生大滿貫噶啦，包括大力神盃咩獎都攞過晒噶啦。咁 C 朗嘅足球生涯呢，同樣係幾乎所有嘅賽事冠軍都係攞過晒嘅，除咗世界盃。C 朗就係撐過世界盃。C 朗喺2016年呢，就帶領葡萄牙攞咗歐洲盃噶啦。咁佢喺曼聯、皇馬、祖雲服役嘅時候呢，英超啊、足總杯啊、西甲、歐冠、意甲，通通都攞過晒噶啦，攞冠軍啊攞到手軟噶啦，唯獨就撐過世界盃。咁啊 C 朗呢係1985年出生喺葡萄牙馬德拉島嘅一個並不富裕嘅家庭嘅，北大西洋上相當靚嘅一個海島啊。佢喺7歲到10歲期間，92年到95年啊，效力於家鄉馬德拉群島嘅一個業餘小球會安多里尼亞。咁 C 朗呢種人呢，佢天生就有足球天賦噶啦，佢咁細個就已經係好好波噶啦。當年佢係因為表現太過耀眼，就吸引咗當地另外一個較大嘅球會國民體育會。咁啊呢個國民體育會呢，只係用咗2套青年球隊嘅波衫同埋幾個足球，就換嚟咗10歲嘅 C 朗。呢個係 C 朗人生中第一次嘅轉會交易。12歲離開家鄉去咗里斯本競技，18歲啊加入曼聯一戰成名。2006年21歲嘅 C 朗呢，第一次參加世界盃殺入4強。咁啊06年啊，好多人都記得斯丹嘅鐵頭功啦，意大利奪冠啦，仲未有太多人去留意 C 朗嘅。佢08年第一次攞世界足球先生。咁啊 C 朗到現時呢，就一共攞過5次世界足球先生嘅。咁喺2010年世界盃呢， C 朗只係入咗1個波啫。葡萄牙呢，就喺16強俾西班牙淘汰。去到2013年 C 朗憑借單年度69個入波攞咗金球獎。去到2014年世界盃 C 朗成為全場焦點。呢個時候嘅 C 朗係最紅嘅時候啊。葡萄牙就係因為有 C 朗，所以成為有望奪冠嘅其中一支球隊。結果葡萄牙小組賽出局，3場比賽 C 朗只係入咗1個波啫。到咗2018年世界盃，葡萄牙因為有 C 朗依然係熱門，結果喺16強俾烏拉圭淘汰，C 朗1個波都冇入過。到咗上一屆2022年世界盃，37歲 C 朗再次披掛上陣，全世界都以為佢係最後一次參加世界盃噶啦。喺8強嘅時候對陣摩洛哥，葡萄牙0-1出局。比賽結束嘅時候呢，鏡頭影到 C 朗喺通道裏面黯然落淚。C 朗啊參加咗5屆世界盃，未能奪冠。咁啊，是否佢唔夠努力呢？咁啊，當然唔係啦。要講到努力，冇幾多人比得上 C 朗嘅。C 朗最著名嘅並唔係話佢有幾早起身啊，而係佢嗰套多相睡眠法以及極度講究科學恢復嘅時間管理。佢將一日嘅瞓覺時間呢拆開5次，總共係瞓7.5個鐘頭啦。佢嘅訓練核心呢係高頻率同埋高紀律。早上6點半到9點進行個人基礎嘅體能、核心或者耐力拉伸嘅訓練。咁啊，上午10點啊食早餐。咁啊，去到中午11點呢，就前往俱樂部基地參加球隊正式嘅戰術、對抗訓練同埋有氧訓練。下午到黃昏呢，喺幾次90分鐘嘅叉電式瞓覺之間，佢仲會穿插個人嘅重量訓練、游水或者使用屋企嘅高壓氧艙、冷凍艙進行肌肉恢復。佢對飲食係非常自律嘅，
一日就6餐，唔掂任何嘅含糖飲料同埋酒精。40歲體脂仍然保持喺10以下，嗱，呢個係好難嘅一件事啊！要經常食嗰啲白灼雞胸肉啊、白烚蛋啊，無聞無味嘅鞋霎霎，有幾難食啊？諗都諗得到噶啦。所以佢41歲仍然能夠入選國家隊。咁啊，C 朗係好 fit 啦，亦都好好波啊。但係世界盃呢，可以講你喺邊度出世就已經決定咗一半噶啦。葡萄牙人口得1100萬，老齡化嚴重，年齡中位數呢係47歲半，65歲以上嘅人口呢佔咗1/4。嗱，年齡中位數嘅意思呢係，如果將葡萄牙1100萬人從剛出世嘅 BB 仔到100歲，所有人從細到大排成一條長龍，正中間嗰個人呢啱啱好係47歲半，咁所以葡萄牙嘅年齡中位數呢就係47歲半。再睇下人哋美斯嘅阿根廷啦，4600萬人口，年齡中位數呢係33.3歲。巴西人口2.1億，年齡中位數呢係35.3歲。所以阿根廷同巴西呢年輕人啊多好多嘅。法國啊6900萬人，雖然法國人口都老齡化，但係人哋好多黑人兄弟喎。你睇下支法國隊，大部分都係黑人嚟嘅。今日葡萄牙一個只有1100萬人口嘅國家呢，佢能夠湊齊一支咁強嘅11人球隊呢，已經算係好唔錯噶啦。你再想湊齊一支能夠贏到世界盃冠軍嘅球隊呢，呢個真係唔係努唔努力嘅問題，係人口基數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限制啊！大家都係足球強國，人口多、後生仔多嘅，出產嘅球星自然都會多啲啦。美斯喺2022年啊帶領阿根廷攞咗世界盃冠軍啦，捧走咗大力神杯。但係你睇下美斯身邊有迪馬利亞、有洛迪高、迪保羅、有馬天尼斯、有艾華利斯，成紮球星同佢打配合。你 C 朗身邊有邊個啊？呢個已經唔係個人嘅問題啊！葡萄牙一直都有出產高質素嘅中場嘅，以前嘅費高啊、雷哥士打啊都係好好波嘅。喺俱樂部嘅時候同樣係如有神助嘅，唯獨係翻返去國家隊踢嘅時候呢，總係覺得表現麻麻地。梗係啦，俱樂部全部都係球星，個個都重金買翻嚟嘅，啲隊友啊個個都咁醒目噶啦，梗係踢得得心應手啦。所以呢個真係唔係個人努唔努力、叻唔叻、好唔好波嘅問題啊。不過今屆世界盃呢，葡萄牙嘅中場係唔錯嘅。有域天拿啦、魯賓尼維斯啦、班奴費南迪斯啦、賓拿杜斯華啦，咁但係同法國啊、英格蘭啊、阿根廷嗰啲相比咧，始終都係差緊一級嘅。咁今次41歲嘅基斯坦奴朗拿度第6次參加世界盃，可以奪冠當然係好啦。C 朗其他該攞嘅盃已經攞晒噶啦，就差大力神盃，咁啊攞唔到都雖敗猶榮嘅。盡咗力就 OK 噶啦，有時啲嘢盡人事啊，聽天命。我中意睇葡萄牙就係因為有 C 朗啊嘛。咁啊，我哋拭目以待，睇下葡萄牙今次可以打到去邊度啊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